伫咧台北市内湖有真侪商办大楼，所以嘛有真侪行动餐车会伫咧街仔路卖食的。毋过，都有民代咧烦恼讲，即马天气遮尔热，食的物件敢有好好保存咧？卫生局是回应讲，今年到7月15已经稽查4465个卖食的单啊，因嘛阁针对食品的保存来加强稽查。日头赤炎炎，天气正热，伫内湖有真侪栋商办大楼。水公路、江子街也真侪行动餐车，民代担心，若是即款业者无采取安全的保温措施，正中到天气这么热，可能会影响食品的安全。也是会担心啊，对啊。当然，如果看到觉得很脏乱的，一定是不会想要去购买。会就看它有没有做好保存，可能从拿出来的时候没有是冷冻的状态。真侪人拢讲，会经迄寡看起来较清气、保存状况较好的单来买。有早餐店除了传一寡保冷茶啊、放饮料，也阁特别做顶啊卡，较袂去晒到日头。就是放冰袋这样子。然后维持它的温度就不会坏。像外面那种打散的，其实食物就很快就坏掉，所以其都是比较好的。这家琐琐碎碎油条国家肉酥，饭源是现点现包，在地经营20几档啊，真侪上班族真欢迎。业者讲，像这种细台货卡车，若是布棚天开，边仔一个电风吹，斗相共通风，保存食材。顶头一个菜钱筒啊，互民众家己放钱找钱，这是为着卫生考虑。就是我一到的时候，所有的棚架一定都要打开，食材全部都是要把它打开，就是让它散热。台北市卫生局讲，流动单由按照食安法的规范，民众若是食了身体无爽快，或者是对业者的食安有疑虑，拢会当向市府检举，卫生局将会派人去稽查。针对食品摊贩及行动餐车，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纳入例行性食品卫生稽查范围。113年截至7月15日止，共查核4465家。食药科也强调，以后将会针对业者卖食品的保存方式加强稽查，以免食品变质，维护市民食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